做唔到喎。由13歲開始做到而係啊，因為我就係唔捨得放棄，因為我爹哋咁辛苦，又呢度脾氣輕咧，如果脾氣重我唔做到嘅。你啲仔女冇做，我個仔都40幾啊，我孫女都冇學到，冇興趣學，唔中意，因為太困身。我個孫女都15、16歲啦，寧願去讀書啊！我話好你要讀書，因為工字都係好難出頭嘅。但係你有一種嘅保留價值咯。你估如果有人想學，需要幾多時間？嗱呢啲咧就咁講啦，何小姐要講一個人嘅慧根嘅。有啲先生係聰明嘅咧，可能佢3、5、7個月已經開始上手啦。但係如果唔 OK 嗰啲咧，到我而家咁就退步啦開始，因為老啦嘛。我有個朋友好想學漂，我話你要搬嚟香港，要揾一個香港啊，咪有人開班咯，收人錢。但係嗰啲唔係真係學漂㗎嘛，係真係學嘅，但係你要好多時間俾我嘅啫，你要好多時間。係啊，唔係咁簡單嘅。